親子36計之欲擒故縱，作者笨麗爸爸。新一代孩子被寵壞縱壞，已係不爭嘅事實。有朋友訴苦話女兒刁蠻，我問係咪至小便縱佢？朋友瞪大眼話點會縱佢？我從來冇買毛公仔俾佢喎。呢個答案俾我啟示，唔少家長認為縱孩子只限喺物質層面，但係冇諗過喺行為態度上嘅縱容影響更加深遠。先睇睇某年一莊頭條新聞，嗰日嘅報紙大字標題刊登一單燒炭自殺嘅報導，內容震懾我心。屋企有兒子嘅父母亦必定暗暗心驚。主角係一名年約30歲嘅男性，據報佢2003年沙士後失業喺屋企，一直躲喺自己嘅房間裏邊，甚少離家。佢嘅母親呢就喺幾年前病逝，20年間呢佢只係曾經返工3日，其中最近呢由父親替佢揾到一份壽司店工作，但係做咗1日之後就辭工，匿返自己嘅房間裏邊。未幾父親就發現兒子喺房間內燒炭自殺，遺書提及懷念母親，以及對爸爸為佢揾工作，而佢未能堅持表示歉意。報道附有案發嘅房間相片，只見房門上貼滿字條，一層層灰塵積得好厚。原來父子2人一直只以呢種留言方式溝通。雪櫃裏面有飯菜，知道啦。直至父親久久未睇到兒子嘅回覆字條，先至揭發悲劇。相信呢種親子溝通方式對新一代父母嚟講實在難以想像。其實一家人喺屋企用 WhatsApp 互相聯絡，亦都好類似。但係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我亦都無意批評，只係想藉呢個嘅事件提醒爸媽們，對仔女任何要求都唔問緣由，一一滿足固然係縱，但係對孩子嘅行為態度放任不管，亦都係縱嘅一種。到某日佢哋嘅性格行為態度成形，你就後悔莫及。大部分上一代父親平日對子女嘅學業不聞不問，但每當睇到成績表上現出紅色字體，便大興問罪之師，責罵佛企騰棍齊施。呢種方法雖然被現代人視為野蠻粗暴，但對教養孩子卻十分管用。雖係全然以目標為本，至少唔係放縱不理。縱係唔好，但係有家長認為，現今無論大人孩子嘅工作學業壓力都好大，事事都捏得緊一緊，好辛苦。坦白講，我亦有縱我嘅仔，有時甚至全家一齊放肆，例如間中食 junk food， 假期瞓到日上三竿。然而，我必須說明，呢啲唔係單純嘅縱，而係有目標嘅縱。除咗用嚟舒緩生活壓力之外，亦希望從中掌控同埋調節小人兒嘅身心發展方向。36計中嘅第16計為欲擒故縱，目標就係擒得敵人，所以先行縱佢一縱。所謂逼則反兵，走則減勢，緊隨密逼，累其氣力，消其鬥志，散而後擒，兵不血刃，把敵人逼得無路可走，佢就會反撲，俾敵人逃跑，則可減弱佢嘅氣勢，不過分催逼，只要消耗其體力鬥志，待敵人士氣沮喪，再捕捉佢，就可以避免流血。三國時，諸葛亮便對經常侵擾蜀國後方嘅部族首領孟獲施展7擒7縱，最後達到降服嗰啲少數民族嘅目的。人類係好奇怪嘅動物，尤其係年幼孩子，好奇心大得不得了，故此不能墨守成規。有時放縱一下，腦袋先至可以活起嚟，為應付生活、工作、學業增添動力。媽媽應該明白，當自己心情不佳嘅時候，有時想放肆食一大桶雪糕，
有時想將服裝店同超市嘅貨品一掃而空。爸爸亦都應該明白，當聽日朝早仲需9時返到公司開會，但係半夜仲係會爬起嚟睇利物浦對皇馬嘅精彩足球賽。謹記有明確目標嘅放縱，等於一貼心靈妙藥。大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